国会这款修法明仔载会正式来实施。立法院国民党团也有民众党团是要邀请总统赖清德去国情报告，也毋过赖总统是来决定要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。行政院长杜英泰就表示讲，会伫上紧的时间内来做出决定，呼吁宪政机关都爱有站责，无应该有伤济动作。也若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，伊是批评这赖政府就是咧恐吓在野党。 立法院这款刑事法修法会伫2日生效，正式实施。不过，总统赖清德决定申请释宪，也有暂时处分。不过，传出国民党甲民众党可能伫释宪进前，利用这个让旁邀请赖总统依法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。行政院长杜英泰25强调讲，宪政机关应该爱遵守分寸。大法官解释之后，才对这个新法究竟是合法还是失效。 大家有共同的体认，所以我希望每个宪政机关都应该严守它的分寸呐，不应该有太多的不应该的动作。杜英泰表示，希望透过大法官宪法法庭做出决定了后，维持宪政的稳定，也有依护5院体制平衡。因若申请释宪的时间点，会伫上短时间来做决定。不过是引起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的不满，批评赖政府毁宪乱政，咧恐吓在野党。在党不以贸然行事。 这就是在恐吓大家，是不是？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律啊，只要不合你的意，你就申请释宪，然后就不打算遵守了。我就要问大法官做还是不做？大法官做了，不就是印证了社会各界对于大法官是民进党提名，可能有绿色倾向的这样的一个怀疑？国民党指控赖政府可能对大法官下指导棋，释宪案的战场真明显是纠官兼裁判。 嘛认为讲赖总统伫释宪进前，无愿意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，伊伫选前的承诺根本就无照聘照行。想要抢先跟时间赛跑，来去做这样的国情报告的邀请，我是觉得这是不妥适的。但决定认为讲释宪进前任何举动拢无妥当，但到释宪案明朗化了后，相信赖总统会做完整的考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